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仔，大家好，我係馬鞍山崇真中學鹽基處校長。咁首先咧，想借大家嘅掌聲，俾一俾兩位小司儀先，因為佢哋咧只係我哋學校咧啱啱讀咗中一幾個月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學校係一個好嘅平台，俾我哋嘅同學可以出嚟咧建立自信，面對大家，就算錯都係唔緊要。咁一息間咧，希望喺講座之後咧，歡迎大家去行我哋嘅校園，去睇下我哋嘅同學嘅 present， 睇下我哋學生嘅學習成果。首先介紹下自己先，我係嚴校長。喺過往4年裏面呢，我哋喺馬崇裏面做咗一系列嘅改革。咁應該我會同大家去睇下，我哋馬崇希望學生係成為一個點嘅人。我哋喺6大範疇裏面下咗咩功夫？我自己本身係喺另一間嘅崇真嘅直資學校去成長。我好希望呢，將喺過往嗰10幾年喺直資學校裏面一啲嘅涉獵啦，亦都有幸我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台灣、韓國、新加坡、英美等嘅地方，去睇到一啲嘅教育嘅特色擺落喺馬崇裏面。希望我哋即使係一間津校，都能夠讓到學生成為一個未來領袖，擴闊學生嘅視野，可以勇敢追夢，成為一個自主嘅學習者。可能咧有部分家長同同學係第一次嚟到我哋馬鞍山崇真中學，少少基本資料啦。如果喺馬鞍山區，亦係基督教學校，亦都係2班英文班學校，即係話半英中啦。咁其實就係我哋學校咧就有呢幾個嘅特色。而家交通方面，我哋好多同學都係嚟自沙田、馬鞍山、大圍，甚至乎其他區。馬崇有啲乜嘢教學嘅理念呢？我希望我哋嘅下一代嘅同學喺呢3方面都係有所嘅成長。第一係品格教育，我哋希望同學仔有好嘅品格去應付我哋未來好動盪好多不同嘅挑戰。第二，我哋希望馬崇係一個土壤，俾我哋同學可以係有多元潛能嘅發揮，無論係學術嘅、其他唔同嘅能力嘅，我哋希望嚟到馬崇，我哋有足夠嘅課程同埋空間，讓到同學可以去發揮。最後就係未來啦，我哋希望同學仔係能夠有應付未來所需嘅學習能力。呢6個學習能力呢，係我哋好着重嘅。我哋希望喺不同嘅活動、不同嘅課程教學裏面呢，都係貫徹呢6種嘅能力。唔係我哋講嘅，係世界各地嘅教育學家得出嚟嘅一個結論。呢6種能力呢，都希望在座嘅同學仔，你哋第日無論去到邊間中學都好，都向呢6個方面去發展。6個 C， 第一個 creativity 創意，第二 communication 溝通，第3 collaboration 協作，第4一個 character building 一個品格嘅建立，第5世界公民 citizenship， 最後就係批判思考。我哋好希望呢，同學仔你無論去到咩中學都好，呢6個嘅能力，我哋相信喺未來幾十年裏面呢，呢個世界需要嘅就係上述呢幾種能力嘅人才。馬崇呢，希望同學經過6年嘅教育之後，係能夠成為一個自主學習者、未來領袖同埋追夢者。點樣做到呢3方面呢？我哋有6大範疇呢，我哋好希望呢係讓同學仔可以喺呢6年裏面呢有所涉獵，包括基督教正向嘅價值教育。即使在座當中唔係位位都係基督徒，但係我哋基督徒好着重上帝嘅教導，其中一個就係愛嘅教育。愛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嘅結連。馬崇係好着重透過不同嘅活動，讓到我哋家長甚至乎中國世界同同學之間有好嘅結連，呢個係第一個我哋發展嘅重點。第二，作為半間英文中學呢，我哋好希望同學係裝備好自己，用英文嚟到學習。大家知道我哋係2班英文班，2班就中文班，但係其實我哋初中全部嘅級別都係以英文嚟到學習數學同埋科學，銜接到高中 Free Can Buy 亦都一樣，而且雙科理科數學嘅科目，我哋都係全英去到教授。第3個範疇就係擴闊學生嘅視野。我哋好希望學生係能夠跳出課室，能夠喺香港裏面服務社會，可以喺跨科活動裏面有所學習。香港嘅教育其中一個限制就係我哋叫 subject boundaries， 就係科目嘅框框。
我哋希望同學好似芬蘭式嘅教學，能夠打破一個 subject 嘅 boundaries， 打破學習嘅框框，能夠融會貫通去進行跨科學習，而進一步可以跳出香港，認識祖國，認識呢個世界。所以馬崇係特別多嘅遊學團。喺我哋上年呢，我哋連埋老師嘅台灣正向教育團呢，我哋舉辦咗12團嘅遊學團。我相信喺沙田區嚟講呢，都係數一數二嘅學校，去到讓到學生有擴闊視野嘅機會。而第4個範疇呢，就係迎向未來嘅學習能力啦。馬崇嘅教學係一個活嘅教學，我哋希望點樣做一個活嘅教學呢？中一上到嚟同學仔點樣適應同你小學唔同嘅英文同埋協作教學呢？我哋依間都會講解。第5，資優教育，我哋希望呢同學係不同潛能，你都可以透過我哋整全嘅課程、領袖嘅訓練、個別抽出嚟嘅拔尖，讓到同學有閃耀嘅機會。最後就係21世嘅校園建設。雖然我哋並不是直資學校，但係過往4年我哋都動用咗1400萬去將學校進行大翻新。一陣間我都會介紹一啲學校嘅重點建設。咁一陣間呢，就唔好淨係聽晒校長講啦，因為校長講嘢通常你信70%又好嘅，因為有30%都係假假地啊，乜都講得好好嘅。咁所以呢，你一定要去一陣間睇下學校係點，同老師同學生去傾偈，了解下學校嘅實況係點。事不宜遲啦，我哋由第一個重點去介紹馬崇嘅基督教價值教育係點樣做嘅呢？我哋有3個好重要嘅範疇。第一，我哋必須有足夠嘅人力資源；第2，我哋要有好嘅課程；第3，一間學校要有好嘅氛圍，學生先至能夠正向咁去成長。先講人力資源先，我哋比一般嘅津學係多聘請老師，去到進行雙班主任制。希望有2位班主任更加貼地去了解同學嘅需要，幫助中一同學嘅適應。第2，我哋亦都行小班教學。我哋中4、5、6呢，我哋係4班拆做5班，係真係小班教學。而初中中1至中3呢，我哋雖然係編制係4班，但我哋拆做5組嘅中文小組同埋英文小組咁樣去上課，希望係俾同學咧喺學術上咧有更加多仔細嘅關顧。除咗呢個人力資源之外呢，我哋精神健康支援嘅團隊呢，亦都聘請比一般津校多嘅人手。除咗1校2社工係政府俾我哋之外啦，我哋額外仲聘請咗校本嘅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臨床嘅心理學家，亦都有3位嘅輔導員。亦都配合埋堂校合一，我哋有1位牧師、1位傳道同2位幹事，係超過10人嘅精神健康支援團隊，希望俾同學咧喺身心靈方面都得到全面嘅照顧。我諗在座嘅家長都知，其實同學仔嘅讀書壓力好大，無論乜嘢 banding 嘅同學都係，所以我哋希望呢，我哋嘅同學係喺精神健康同埋學與教同喺一班裏面呢，都得到適切嘅照顧。除咗人力資源方面呢，第2個就係課程啦。馬崇過往幾年呢，發展咗2個好核心嘅課程，一個係築夢工程，教育局咧都邀請我哋去唔同學校有所嘅分享。其實築夢工程就係幫我哋下一代去提早認識自己嘅志向，認識自己嘅強弱，從而可以提早做生涯規劃。第2個課程呢，就係我的成長手記。我哋希望同學喺馬崇裏面呢，係由初中已經建立一個好嘅基督教價值教育，亦都建立一個好嘅品格。所以我哋有2個課程呢，去支撐住同學喺靈命同埋喺個品格上面嘅成長。呢個係好重要嘅2個課程。最後就係氛圍啦。氛圍呢就呃唔到人嘅，因為入到嚟一間學校，你嘅人同埋環境俾你嘅感覺係點呢？係要需要上下一心去營造出嚟㗎。喺馬崇裏面呢，我哋係獲得咗教育局頒俾我哋嘅人際聯繫大獎。點解有人際聯繫呢？因為我哋重視師生嘅關係。熒光幕咧係我哋年年都有搞嘅師生活動，有啲就唔可以年年搞啦。例如4年先可以一齊睇一次世界盃啦。咁同埋咧，即係得閒食下雪糕啊，陪下學生啊，畢業有禮物啦。呢啲都係學生好美好嘅一個回憶嚟嘅。除咗師生關係之外，另一個就係家校合作。我哋重視同家長嘅聯繫，所以基本上家教會每個活動同埋會議，我次次都出席，希望貼地咁樣了解家長嘅需要。同埋咧，我哋亦都有家長嘅教育日營啦、講座系列啦，去讓到你哋咧能夠去知道點樣同學校同埋同
你嘅子女喺青春期裏面去同行。譬如話，我哋啱啱9月咧都搞咗一個科技教育團啦，就帶140幾位家長同同學去睇下而家科技嘅發展，內地升學嘅趨勢係點，讓你同你嘅子女同學校可以喺同一個視野嗰度咧去睇佢嘅未來，因為世界發展非常迅速，跟得到世界發展最快嘅係邊啲人呢？唔係我，唔係你，係你哋嘅子女。所以我哋需要趕及佢嘅腳步，去睇到世界嘅變遷。呢個我哋做家校合作呢，係好着重嘅一個嘅要點。另一個啦，再擴展去啦，我哋希望同學係能夠服務社會、服務社區，所以我哋參加好多中小學嘅協作啦，亦都有好多係義工服務啦咁樣。螢光幕亦都有我哋2個課程，我哋個課程唔係得個講字嘅，我哋係真係揼咗一個校本課程，有校本教材去支撐住同學喺品格同埋生涯規劃有一個好嘅學習。近幾年咧，我哋發現咧，我哋想提升學生嘅幸福感，於是就諗下啦，有啲咩活動同學仔中意嘅咧咁樣啊？我哋最近呢幾年發現咧，原來我哋啲同學仔最中意咧就係見到明星啦。於是我哋學校咧每年咧都盡可能都請一啲歌星嚟到學校咧進行歌唱比賽啦，或者唱歌咁樣啊。當然太名嗰啲我哋請唔起啦咁樣咁啊，所以我哋都係請啲二線嘅嗰啲。咁但係同學仔已經好開心，即係覺得學校係有不同嘅活動係讓到佢哋同行，翻到嚟唔係淨係得讀書，唔係淨係得操練啊。所以你見到我哋請好多明星㗎YT 大哥啊張曼莎嗰啲，我唔知你識唔識啦 Benny 我哋最近啱啱都請完嚟OK 咁你見到幅圖裡面有中一迎新營，馬崇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我哋好着重中一同學上到嚟佢嘅中一適應。我哋8月中會安排中一適應週嘅，因為等各位在座嘅家長完成咗呈分試之後，揀好中學，你知你壓力大咗2年㗎啦，已經係頂咗2年啦，所以我俾你鬆1個月，跟住8月中你先同我喺度慢慢適應 ，OK？ 我哋會讓到你喺學校裡面適應咗我哋嘅學習模式，英文嘅教學，有外籍老師嘅教學，中文嘅教學，再加埋我哋提早去選拔呢個嘅課外活動。因為馬崇係9月1開始咧，就已經開始團隊訓練。我哋中一係行聯課活動，有44個課外活動俾大家去揀。我哋希望一上到嚟中學，你就能夠有一個團隊活動，然之後你揾到自己嘅興趣可以去發展。所以呢個係成個正向教育呢，一個我哋係好着重做到嘅氛圍嚇。咁當然我哋要安排中一嘅迎新營啦，大哥哥大姐姐啦，去照顧你哋呢，由小學最大變咗上到嚟中學最細。再擴展去啦，我哋同祖國嘅聯繫，你見到馬崇係有中華文化日㗎即係你見到我哋校長啊、老師啊不斷要粉墨登場㗎。一陣你 walk around 你就會見到咧，我哋啲老師咧係成日喺不同嘅活動咧都會陪同學仔一齊玩同埋去同行。馬崇係一間基督教學校。我哋咧逢星期5係設有團契日我哋不舉辦任何活動。我哋希望同學喺初級團契同埋高級團契6年之後，佢能夠認識上帝，佢能夠帶住福音離開呢個校園。所以我哋咧係設有2個團契，亦都設有咧我哋福音同學嘅敬拜隊。我哋希望同學可以喺學校裏面宣講上帝嘅恩典，亦都好希望咧佢可以走出學校喺譬如話唱歌啊、佈道會啊、不同嘅活動裏面，佢可以將信仰落地咁去實踐。一陣間大家可以參觀下馬崇，我哋學校嘅氛圍都係希望將同學嘅成就、校友嘅成就去到展現出嚟。外評報告咧係咁樣評我哋嘅，冇得呃嘅，因為係教育局睇完我哋5日，去俾我哋一個 comment， 提到我哋嘅同學仔係學習態度啦、人際關係啦、價值觀啦，都係正面，我哋好感恩，我都係 copy 佢個 report 出嚟俾大家睇嘅啫咁樣。第2個重點，馬崇係半間英文中學，我哋喺英語教育裏面咧，都係有3個核心嘅資源去投放。第一，人力資源；第2就係課程；第3就係氛圍。點解同頭先講嘅一樣呢？係因為嗰3招都係嗰3招嘅啫，冇乜分別先講人力資源先唔好睇咁多字。啱啱食完飯，大家飯氣攻心，睇下相先。我哋每年呢都請2、3、4位嘅外籍老師。並不是玩下活動就算喎，係真係入課室進行英語教學 ，OK？ 亦都舉辦不同嘅英語活動。
我哋嘅外籍老師亦都會教埋初中嘅法文班添啊！因為我哋高中咧，我哋自從今年開始咧，同學係可以報考 DSE 中學文憑試嘅日文、韓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係可以報考 DSE， 而八大係可以認受嘅。所以我哋外籍老師係教埋初中嘅法文，同學係喺馬崇裏面可以獲得外語嘅涉獵同埋教學。人力資源我哋係聘請咗16位嘅英文老師，比一般津校為多。我哋希望做到更好嘅英語小班教學，老師可以改革英語嘅課程，以及推動英語活動。而更重要嘅，當老師能夠教少啲學生嘅時候咧，佢改文都能夠改得更加仔細，從而提升同學嘅英語水平。另一個就係課程啦。喺熒光幕裏面咧講咗幾個馬崇嘅特色課程。喺英文咧，我哋第一個特色課程叫做 Language Arts， 係俾2班英文班嘅同學咧係額外拔尖，類似英國文學嚟到學一啲嘅古典啊、Shakespeare 嘅 drama 啊嘅一個課堂嚟嘅。第二個特色課程咧叫做 Business English， 商業英語。呢度咧就要講下點解有咁特別嘅呢一科啦。因為咧喺馬崇嚟講，頭先我講咗啦，初中我哋係全英，級級都係，班班都係學英文同埋數學。咁馬崇嘅高中嘅結構咧，其實就係用英文嚟到讀數學啦、Phy Chem Bio 啦、Account 啦、BAFS 啦，即係會計商科嘅科目啦，再以及係仲有電腦啦、ICT 啦等等嘅科。OK， 中文嘅學科咧，用中文讀學科就係歷史啊、地理啊、旅遊與款待、健康關懷與社會管理等等啦。當然學生少部分可以選擇英文去讀嘅。咁喺剛才所講嘅語言結構裏面咧，大家就會發現啦。初中嘅同學咧，其實係未經歷過用英文去到讀商科嘅 ，OK？ 即係唔似得我哋個年代有 EPA 呢樣嘢噶嘛？你知道 EPA 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啦，應該。咁而家嘅細路係冇 EPA 讀噶嘛？咁所以你就要安排一科咧叫商業英語，全級中3都要讀，讓到同學咧上到去中4，如果去揀商科嘅話，有較好嘅銜接。呢個係第2個課程。第3個課程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呢個亦都解釋點解我哋要多啲英文老師。馬崇係半間英中，有啲嘅同學咧，佢未必能夠完全用英語去到掌握，譬如讀 history 啊、geography 啊、商科啊等等數學啊嘅科目。咁但係咧，佢可能唔識解嗰啲字，或者唔識解題。其實喺一個咁 tight 嘅課堂裏面，佢冇乜可能有咁多時間去處理到佢嗰個學習需要。於是就要喺英文課程裏面做改革。OK， 裡面係教一啲嘅其他科嘅解題技巧啊、生字啊，呢個叫 Language Across the Curriculum。所以16位嘅英文老師咧，其實有部分咧係好犀利嘅，佢可以教 STEM 啦，可以教公民科，可以教 Science 啦，教 Physics 啦，教音樂啦，係可以係咁樣去教。我哋係做緊一個跨科英語嘅教學。而第4個課程咧，我哋今年完成，我哋額外請多咗英文老師去改革初中校本英語課程，以實踐同埋 reading 做個核心。咁所以咧，你嘅小朋友入到嚟馬崇咧，將會係經歷一個新嘅英語校本課程。講咗課程之後啦，第2就係有氛圍與活動。馬崇咧，因為我哋請多咗英文老師，所以我哋有空間可以推動咧好多校內同校外嘅活動。熒光幕咧都我哋舉辦過嘅一啲嘅文化交流啊、band show 啊、去睇英語話劇嘅活動啊咁樣。特別介紹下喺課外活動裏面咧，我哋有英語嘅習誦啦，我哋有英語嘅話劇啦，亦都有 English debate team 啦咁樣，同埋有英文歌嘅夾 band 學會啦。我哋希望從活動方面，讓到學生可以多運用英語。平日嘅我哋有 One Minute English 啦，讓到學生喺早會嗰度咧可以用英語去做分享，去建立學生嘅自信。呢個係學校一個好緊要嘅英語氛圍。呢幾年我哋搞咗一啲嘅英語聖誕活動啊，同埋啱啱上年我哋試搞咗呢個嘅英語國際象棋比賽。我發現咧，你啲全部男仔嚟見到啊，即係你叫啲男仔唔打機咧，原來你叫佢捉象棋就得㗎。啊，佢哋嘅思維非常敏捷啊，國際象棋喎啊，即係我哋完全唔夠佢捉嘅。咁呢個咧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切入點去做一個英語活動。剛才校長介紹咗校本課程，我哋嘅教材係自己揼出嚟嘅，你見到熒光幕都顯示到啦。我哋為咗咧中一嘅同學可以盡快分層去學英語，我哋特別安排咗一啲校外嘅涉獵俾佢哋。我哋會安排 TOEFL Junior 嘅 test 啦，亦都有教學班啦，亦都有保底拔尖班。
高中嘅同學有ITP 嘅課程，都係 TOEFL 所提供，亦都我哋安排 IELTS 嘅課程，讓到高中同學如果佢要去英國、澳洲升學嘅話咧，佢可以先有裝備去考好個 IELTS。呢啲都係我哋高中、初中咧喺課程裏面咧，好多時候安排俾我哋嘅同學仔。我哋嘅外籍老師咧係真係教同學法文班嘅。咁熒光幕大家都可以睇到啦。愛評報告對我哋嘅評價係正面嘅，係老師能夠流利英語去到教學，同學亦都能夠用英語去明白課堂嘅重點，學生亦都能夠係有好嘅溝通。所以我哋希望咧，我哋嘅英文教學係慢慢越嚟越不斷進步。第三個發展重點啦，就係擴闊學生視野啦。我哋希望學生係走出課室，多啲認識我哋嘅香港社會，甚至乎放眼世界。即使你話，我參加唔到遊學團喎咁樣，我哋學校都有不同嘅義工服務活動，好似熒光幕裏面啦，你會睇到啊，佢哋有去沙田醫院啊，或者一啲係執菜啊、服務老人家啊等等嘅機會。除此之外，同學亦都參與一啲嘅外出活動。馬崇嘅外出活動係精心設計嘅，我哋希望好似我開場白所講，我哋打破 subject boundaries。譬如話熒光幕係一個荔枝窩嘅活動，看似好簡單，其實裡面同學可以學習保育嘅知識，學習科學、地理，學習國家安全，學習無人機嘅使用，學習呢個解讀數據同埋跨科做 project 嘅技巧。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喺一個活動裡面咧，希望達到共通共融嘅效果啊！除咗本地嘅跨科活動之外，我哋都安排特別多嘅遊學團俾同學去參與。熒光幕我哋疫情之前咧舉辦過嘅遊學團活動嚇，即係你見到我哋係有同學仔係代表香港去到俄羅斯參與科學嘅比賽。當然而家你唔夠膽去俄羅斯啦嚇 ，OK？ 咁但係當年我未係校長嘅時候，都帶過2次同學咧去北韓嘅咁樣啊。咁但係而家平安翻到嚟啦嚇，咁而家啲老師就唔俾我帶嘅，佢驚我即係有啲危險咁樣啊。咁但係咧睇下第日有冇咁嘅機會，我哋甚至乎而家籌備緊呢，帶師生一齊去行山上富士山嘅嚇。咁我哋啲同學仔又非常之期待呢個活動啦。疫情恢復正常嘅時候，大家熒光幕睇到，大家有印象係春天嘅時候開始通關。我哋復活節就已經開始搞遊學團 ，OK？ 熒光幕裏面我哋係疫情復常嗰一年呢，我哋就去咗愛爾蘭、杜拜同埋加拿大嘅多倫多。我哋馬崇有一個學習特色呢，就我哋每年呢都有一團嘅英語學習團，就係俾我哋初中同學參與嘅。中一都可以參加嘅喎嚇，除非多過40人，否則咧一定會留個位俾你參加。咁有咩咁特別呢？一定去英美澳加嘅地方嘅 ，OK？ 譬如熒光幕你見到愛爾蘭啊、加拿大啊，之前我哋去過紐西蘭啦，去過澳洲啦、牛津啦咁樣。咁我哋去呢啲地方呢，有幾個特別嘅安排嘅。第一，一定係同國際生一齊上英語課堂。即係你去到個個都係亞洲人冇意思噶嘛，咁你不如留喺香港啦，我冇理由嘥你萬幾2萬蚊噶嘛。第二就係一定住喺 host family 嗰度，呢個呢係一個好特別嘅安排，因為令到同學仔嘅自理能力同埋我哋英語就可以快速提升。因為你住 host family 冇得匿入房打機噶嘛，你住酒店可以匿入房打機，但係住 host family 就唔得啦。咁可能成個過程裏面最擔心嘅係邊個啊？咪你哋咯 ，OK？ 但係話俾你聽，最唔擔心係邊個啊？就係校長、老師同埋同學仔咯。咁但係同學仔嘅英語同自理能力係會快速提升。呢一個我哋係每年都一定會有嘅活動。喺去年啦，23-24年度我哋搞咗更多嘅遊學團，大家喺手上面嘅世界教室課程咧，你哋會可以睇到 ，OK？ 包括咗不同嘅跨科學習，有國內嘅，有歐美嘅地方嘅，有澳洲嘅。上年我哋更加誇張，我哋出咗12團，咁有唔同範疇啦。剛才睇到有啲體育啊、跨科學習啦，咁我哋亦都有音樂啦、學生嘅領袖啦。特別咧介紹我哋有同學係獲選咗香港少年小太空人，咁得30個名額嘅啫。同埋有同學亦都獲得獎學金，去到澳洲能夠考獲滑翔機嘅駕駛執照。OK， 咁所以我哋同學特別喺航天科技嘅發展咧，都係非常嘅標青。上年除咗剛才嗰幾團之外咧，亦都有同學去到德國、瑞士啦、北京啦、牛津啦、新加坡啦、日本啦等地，有跨科協作、領袖嘅訓練、音樂與體育嘅交流啊！我哋好希望咧，呢啲遊學團讓到同學可以擴闊佢哋嘅視野。第四，迎向未來嘅學習能力。
剛才開場白嘅時候呢，我講咗6個 C 嘅能力，咁點做到嘅呢？咁樣好多校長都會同大家分享自主學習啊！各位同學，你自唔自主學習啊？咁樣啊，好承受個領頭喎 OK 啊，家長都好誠實啊！自主學習係一個好深嘅課題嚟㗎。馬崇咧喺上一個週期呢，我哋係幫學生學習點樣做備課學習。返到嚟課堂嘅時候，佢有課堂討論，而提升佢哋嘅思考能力。馬崇嘅思考方法課呢，過往係獲教育局邀請呢，去到其他學校去做分享。今個週期啦，我哋做啲乜呢？第一，自主學習，我哋做整理知識嘅能力。我哋希望學生唔係上完堂兩手揈揈就走咗，我哋希望佢懂得應用電子嘅平台去到整理電子筆記，又或者筆錄嘅筆記，又或者佢哋識得整理自己嘅 learning profile。呢個我哋今個週期會做嘅部分。第二，我哋希望同學係掌握用人工智能去進行學習。我哋嘅發展人工智能其實早過香港政府講數字教育同埋 AI 教育嘅，我哋上年已經諗咗㗎啦，已經。我哋呢係揾大學一齊合作，去到研究邊啲人工智能係啱用，學生如何使用。舉一個例子，譬如我哋英文科會用 AI 去到幫學生去 gen 一啲 idea 出嚟，跟住佢哋寫一個大綱 ，OK， 再俾 AI 去 fine tune，我可唔可以更加好？然之後再真係落筆去作文 ，OK。我哋唔係要用 AI 去取代學習，係用 AI 去輔助學習。我哋首先要改變嘅係老師懂得如何用 AI。所以咧，我哋第一步要做啲乜呢？就係同大學合作。喺過往馬崇咁多嘅改革裏面咧，做得最多係要同大學去合作。過往2年我自己都仲教緊書嘅，我自己都孭住中國歷史堂啊、教歷史啊同埋教聖經堂嘅。點解我要教書呢？我睇嘅堂睇咗300堂喺馬崇過往4年，我好希望我哋嘅老師真係掌握到世界趨勢嘅改變。我希望我哋嘅老師透過我自己嘅開放課堂，讓到老師之間係有一個專業交流嘅風氣，慢慢將個教學範式改變，先至做到備課學習、思考討論、人工智能輔助學習同埋整理知識，係一致咁做，並不是個別老師個別科目咁做。呢個係馬崇教學一個專業發展好重要嘅部分。點樣改變老師嘅思維呢？就係大學嘅培訓同埋老師之間嘅專業交流。呢幾年咧，我哋揾咗以上嘅大學去幫我哋手做教師培訓，讓到我哋嘅教學水平去得以提升。譬如中大啦、港大啦，間大學幫我哋做嘅嘢唔同嘅。中大就幫我哋做教學嘅培訓，港大幫我哋做咧就係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培訓，科大幫我哋做就係人工智能嘅培訓。譬如話熒光話，你會睇到啦，我哋會係有 Good Class AI。我哋係學習點樣利用人工智能咧，去到提升我哋學生嘅學習能力。呢個係同科大合作我哋，而同浸大合作啲乜呢？我哋希望讓到學生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去到令到佢選科選得更精準。OK， 因為浸大佢有一個系統咧，係可以讓到同學輸入去預計嘅 DSE 成績，因為佢有一個大數據，可以估到佢揀嘅學科同大學嘅成功率有幾高。呢啲都係咧，我哋同大學合作咧得翻嚟嘅一個好緊要嘅成果。除咗大學合作之外咧，我哋要做專業培訓。熒光幕睇到咧，我哋嘅老師係去到台灣，同埋喺學校裏面咧有正向同埋精神健康嘅培訓。你話點解要擺資源喺老師度啊？各位家長，冇正向同精神健康嘅老師，教唔出正向同精神健康嘅同學。我哋做家長嘅好錫自己小朋友，成日都話要多多鼓勵佢。你有邊個冇鬧過仔啊？冇啦，包括我都鬧過啦，係咪？咁但係我哋需要改變我哋嘅劣根性啊嘛。我哋希望真係成為一個positive 嘅 parents， 所以我哋老師都先要改變。熒光我睇到我哋同好多大學合作，包括澳洲嘅大學，我哋邀請佢哋嚟香港去到做一啲升學嘅分享。啱啱上個月我哋邀請咗澳洲嘅大學分享獸醫學系。好坦白講，外國嘅大學某啲學系係比香港容易去入學，我哋希望透過澳洲嘅大學啦、北京大學啦，甚至乎中大嘅教授嘅分享啦，亦都讓到同學參與，譬如話理工大學啊，又或者浸大一啲 program 咧，讓到同學可以擴闊視野，增加入大學嘅機會。熒光我睇到我哋係採用好多嘅電子學習以及筆記整理嘅教學法。
我哋上年用咗100萬去到將全校嘅特別室同課室都換晒智能電視黑板，再配合我哋有課室電視，我哋係有一個雙螢幕嘅教學模式，去到進行一個互動學習。喺馬崇嘅教學範式裏面咧，除咗我哋係用一個比較活嘅教學之外咧，另一個我哋呢2年做得比較多咧，就係課程改革。馬崇除咗剛才我介紹嘅英語課程改革之外咧，我哋有3個新嘅範疇進行緊。一就係喺本校裏面進行高中嘅外語課程。2我哋中1、中2我哋推行 Maker Education， 而取代傳統嘅 DT 教學。在座當中嘅阿爸應該同我一樣，都係讀嗰啲金工木工出身嘅啦，係咪？而家我哋冇人讀鬥木㗎啦，我哋要讀設計思維 （design thinking）， 去到應用喺點樣令到社會進步，點樣有發明，點樣有 STEM 去到改善社會嘅需要，令到人類更加進步。呢個係 Maker Education 嘅課程。第3個新嘅課程就係中4世界探究課程，呢個都係成個沙田區嚟所獨創嘅一個課程。我哋希望喺我哋平日嘅課堂時間與課程裏面，帶學生走出學校，能夠訓練學生嘅視野同埋思考能力。呢個我哋嘅世界探究嘅新課程咧，將會喺下年推行。愛評報告評我哋嘅學生學習啦、溝通啦、英語表達啦，以及特別係討論活動常規已經建立，因為呢個好緊要嘅，冇得做戲嘅。所以呢種學習呢，我哋係深信令到學生嘅能力得以提升。馬崇過往幾年嘅成績呢，都獲得喺增值裏面好高嘅增長。其中一個係老師教學嘅轉變、專業嘅交流、課程嘅改動，帶嚟一個嘅成果。第5，資優教育。資優教育有3個層面：一，人人可參與。包括我哋中英嘅小組上課啦，包括我哋思考方法 STEM 等等啦。第2，我哋有抽離式嘅，例如比較傳統啲嘅領袖訓練啦、初中、高中領袖訓練啦。特別馬崇係有一個學術領袖嘅架構嘅，我哋譬如有 English Ambassadors 啦、數學嘅學長啦，由啲大哥哥大姐姐教翻啲初中做數啦，同埋中文文言文大使嘅計劃，同埋藝術挑戰計劃。同一般學校唔同，一般學校係活動同埋領袖技巧嘅傳承，我哋係有學術能力嘅傳承。第3，我哋係鼓勵同學讀得又玩得，所以我哋希望去未來或者而家都可以為港爭光。喺熒光幕裏面呢，我哋係呢幾年着重發展 STEM 同埋 Maker Education 嘅課程。我已經邀請咗呢沙田區16間嘅小學嚟4月嚟我哋學校呢，有一個深度啲嘅上課。另外邀請咗6間學校會嚟我哋學校，會進行一個英語半日營嘅交流啊！咁我屈指一算，呢個數都已經係超過咗一半嘅沙田區嘅小學㗎啦，已經係。所以希望到時除咗今日嘅講座、英間資訊日嘅交流，大家可以睇多少少我哋嘅課程同埋教學係如何。除此之外，我哋嘅傑出領袖團隊啦，熒光幕其實有啲係好多中學都會有㗎啦，所以我不一一細説。但我想特別 highlight 嘅係乜呢？馬崇過往啲同學咧未咁有自信嘅，不過經過呢幾年之後咧，我哋發現自信、主動、有禮貌，企出嚟有一個領袖嘅風範。馬崇嘅同學當選為沙田區10大嘅傑出領袖、傑出學生，甚至乎喺全港裏面獲得資優學院嘅領袖金獎。呢啲並不是容易獲得嘅獎項啊！除咗領袖培訓之外，介紹下馬崇44個課外活動。介紹活動之先呢，熒光幕睇到我哋馬崇嘅傳統活動才藝匯演，我哋每年都有不同嘅活動㗎。第一年我哋會有各樣嘅表演能力，可能係中國舞啊、K-pop 啊、跆拳道啊、空手道啊、夾 band 等等啦。第2年我哋有 drama， 因為我哋有文言文嘅戲劇、英語嘅戲劇、領袖嘅戲劇。我哋每年初中咧都有班際英語話劇比賽，咁所以咧我哋嘅話劇嘅氛圍係非常之濃厚。去到第3年啦，就係音樂類嘅表演啦。熒光幕裏面你睇到馬崇係有中樂啦、西樂啦、管弦樂、敲擊樂啦。咁同埋咧，我哋係老師同埋同學咧係會一齊參與演出嘅。作為音樂白痴嘅嚴校長咧，都會係上台咧吹我唯一識嘅口哨同埋牧童笛嘅啫。OK， 咁都係啲老師逼迫我上台嘅結果嚟嘅都係啊。咁但係唔緊要㗎，我哋覺得學校嘅氛圍就係要師生同樂一齊去建立。
44個課外活動，大家喺熒光幕呢一陣都會睇到，介紹我哋啲傑出校友好唔好啊？有部分呢都而家仲繼續讀緊書㗎嚇。咁特別我哋大師姐李思穎啦，我哋啱啱全運會3金嘅得主都係我哋嘅大師姐。其他嘅同學好感恩喺香港嘅藝術啦、運動體育啦、不同嘅範疇啦，都能夠為港爭光嚇。咁熒光幕咧都見到有跳繩啊、空手道、跆拳道等等嘅項目，亦都有香港嘅武術嘅代表。我哋嘅課外活動非常豐富。呢幾年咧，我哋增加咗一啲嘅課外活動㗎，包括咗中英文嘅辯論啦。包括咗劍擊同埋射箭啊，而且咧我哋都加入咗足球隊同埋 K-pop 啊，咁一陣間咧大家有機會咧都可以睇我哋嘅中西樂表演啦，睇我哋同學 K-pop 嘅表演啦，咁樣啊非常之精彩啊！我哋成軍短短2年咧就已經攞咗幾次嘅全港冠軍，而且我哋仲有英文歌嘅夾 band 學會，有興趣大家可以上到7樓啊，同埋6樓同我哋嘅劍擊隊、射箭隊同埋咧我哋嘅 band 隊嘅同學咧一齊去玩下。呢啲都係我哋課外活動嘅圖片。我希望咧透過中一聯課活動咧，中一嘅同學你入到嚟馬崇咧都會揀到一個你中意嘅課外活動。熒光幕係 K-pop 同埋中國舞嘅活動。喺大家嘅學校介紹裏面咧，好多家長都會問馬崇有啲咩發展嘅重點啊咁樣。第一，馬崇係多元潛能發展，所以你希望乜嘢能力嘅同學入到嚟，你都有個平台，你都有個空間可以去閃耀。我熒光幕後面8個重點項目咧，都係呢幾年我哋係比較出色嘅項目，主要包括英詩雜誦，差唔多係年年冠軍。第二就係英語嘅話劇，同埋 STEM 嘅項目，同埋學生領袖。喺運動方面咧，我哋嘅籃球啦、劍擊啦，同埋你見到喺跳繩咧，都係屬於優秀嘅項目。我哋未來咧排球同埋射箭都會係我哋主力發展嘅運動項目。第6，21世紀校園建設，家長都會問嘅1400萬用咗去邊度啊？咁咧我慢慢講解。為咗我哋設計出嚟嘅校園係合乎學生需要同埋合乎課程需要咧，校長係特登咧去學習設計，希望咧令到校園咧能夠設計得更好。我哋有2個嘅排球場，亦都有1個嘅室內射箭場。今日我哋都開放咗嘅，咁同學仔應該可以去玩下室內射箭。我哋嘅射箭場係19米長，係合乎學界比賽標準嘅。因為嚴校長有句口頭禪㗎，我哋係要讀得好、玩得好，同埋要玩得專業。如果嗰樣嘢唔專業，就不如唔好玩啦。OK， 我哋要追求卓越咧，一定要好認真嘅。第3，我哋有3個嘅學生活動中心。我哋學校中1、中2係留校5線啊！我會親自監察飯商嘅質素，亦都邀請家長一同我去監察 ，make sure 啲嘢啱食同埋健康。點解我會留中1、中2嘅細路喺度食飯呢？1，我希望你哋建立好嘅團隊社交生活。OK。2，我哋有比較多嘅 lunch activities， 我希望你哋可以參與到。中3，我放你出去食飯。OK。學校有足夠嘅空間，亦都有環保飯堂，係現場煮、現場派飯。OK。好啦，除此之外，生態池花園。另外，我哋都有 iLibrary， 裏面我哋有一個可以傾偈嘅玻璃房討論區啊，而且隔離亦都有可以安靜温書、調校不同燈色温嘅自修區。OK， 而再喺旁邊呢，我哋成個3樓由於係教員室同埋圖書館啊，我哋希望打造一個同學嘅學習區。有空間讓到老師可以進行一啲小組嘅教學，亦都喺出邊有啲吧台位咧，等同學咧可以係問功課、問書。呢個我哋成個樓層咧學習嘅一個風氣嘅建立。除此之外，有幾個特別嘅空間嘅，一陣大家可以去參觀。我哋有英語活動室，我哋今年擴建咗嘅，一陣大家去5樓參觀。我哋都建立咗一個宗教小禮堂啊！大家咧都可以去到113室去參觀。嗰個位比較難去嘅，要喺籃球場行3號梯先去到嘅。OK， 咁睇下一陣大家揾唔揾到呢個咁神秘嘅地方啦嚇。除此之外，仲有輔導活動室啦、STEAM Room 啦，同埋 Innovation Lab。我哋2年前用咗600萬去翻新整層嘅馬崇活動中心喺7樓，歡迎大家一陣間去參觀啊！我哋嘅咖啡隊咧已經預備咗拉花咖啡俾大家，記住去飲，因為我上年飲唔到嘅。
咁咧喺呢個600萬嘅馬崇活動中心裏面咧，有劍擊館3條劍道，而劍道係用鋁合金去做成嘅。在座當中有小學同學已經參加咗我哋啱啱第一屆嘅馬崇杯小學劍擊邀請賽，試過條劍道 OK 啊，應該14米長，意大利嘅器材，張家朗打落去嘟嘟聲嗰啲咧 OK 啊，而且係能夠係達到奧運標準嘅啊。隔離亦都有一個fitness centre 健身室啊，係韓國器材。原本校長想買意大利器材嘅，因為係奧運水平。咁我貪慕虛榮啊嘛。咁點知啲老師就話唔係喎，我哋 Asian Kids 細粒啲嘅喎，用唔到啲歐洲人嘅器材咯喎，你不如用韓國器材啦咁樣。嗰套器材好好嘅啊，即係我用完佢咧都減咗幾十磅，咁啊實在唔錯嘅。咁啊，應該大家都上去試下喎，開放俾大家試㗎，因為佢有個單車嘅競技嘅職場競技啊。咁希望同學咧寓運動於娛樂，而再行去隔離有一個 chill area 啦，仲有一個嘅非常新嘅 band room。咁家長同埋同學亦都可以欣賞我哋英文歌嘅學會嘅一啲嘅表演。我哋希望喺學校裏面，除咗多元潛能發展之外，亦都照顧學生精神健康嘅需要。佢有個空間可以 chill 下，可以唞下。STEM 嘅發展其實好多學校都有啦。我哋呢幾年咧加購咗航空嘅設備，希望同學咧可以係涉獵一啲嘅航空嘅教學，從而佢喺升學嘅時候有更加明確嘅路向。呢年咧，我哋開始籌建緊地理空間實驗室，依家大家咧都可以去到5樓英文房隔離去參觀。我哋係教學生用不同嘅地理或者最新收集翻嚟嘅數據去做跨科協作啊。所以依家大家行喺學校裏面，你會見到好多時候睇到一啲好特別嘅數據啊，可能係天文啊，可能係風向啊，可能係一啲嘅水嘅水平啊等等。我哋希望透過喺學校校園環境裏面，等同學仔可以多啲睇唔同嘅數據。去到進行我哋政府成日講嘅數字教育嘅應用與學習，校史廊、演講廳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學校咧一啲比較新嘅設施。馬崇嘅改革不會停步，我哋未來嘅發展，無論剛才校長分享嘅課程啦、空間啦，都會繼續去 upgrade。包括我哋未來咧，我哋會籌建地理空間實驗室、中華文化室以及室內3人籃球場。咁剛才嘅課程咧，我而家唔侵序咁重複啦，大家都喺熒光幕裏面睇到。收生與成績，過往嗰一年我哋好感恩，我哋馬崇雖然面對人口下降嘅衝擊，但我哋收生喺 Band 1嘅學生水平咧，我哋升咗3倍。我哋嘅 Band 1學生可以開2班。我哋 Top 40% 簡單嚟講，即係 Band 1至 Band 2A 嘅學生，我哋可以開3班，係達到我哋未來嘅目標，開第3班英文班，甚至乎全英嘅一個水平。所以我哋會繼續朝住呢個目標，同埋優化高中嘅教學語言。例如我哋籌備緊用英文去到教授地理同應考地理呢，我哋呢個係我哋未來發展嘅大方向。今屆嘅公開試成績咧，熒光幕裏面睇到，我哋絕大部分嘅科目咧都錄得呢個嘅正增值。喺熒光幕裏面咧有幾個重要嘅數據啦。第一，我哋有11科係100% 係合格，我哋14科嘅合格率高於全港，12科嘅 Level 3或以上高於全港。而英文嘅合格100%亦都係連續3年，中文今年99%，爭少少就連續3年啦咁樣。五星嘅科目我哋有12科，考得最高分嘅同學係32分啊，只係爭幾分咧就入到港大醫學院㗎啦咁樣。而家都有學生入到港大醫學院嘅，不過係護理系啫啊。咁我哋未來要繼續努力。馬崇嘅同學多元發展、多才多藝，以上係佢哋入到嘅大學以及入到相關嘅學系。好感恩我哋過往嘅師兄師姐好努力，亦都有同學而家喺英國修讀緊醫科，亦都有同學而家已經成為緊執業律師。馬崇嘅英文班嘅架構喺中學概覽同埋熒光幕，大家都可以睇到。我哋除咗2班英文班之外，係全級用英文去學習數學以及科學同埋剛才所講嘅特色英文課程啊。而葉校長嚟到馬崇之後咧，抽起咗初中一啲嘅考試，譬如話我哋將音樂啦、體育啦、聖經啦、我哋普通話啦呢啲考試我哋抽起咗。希望同學可以專注喺一啲用英文讀嘅學科嘅考試，去減低同學嘅考試壓力。而高中我哋開嘅學科呢，亦都開得比一般嘅津校為多嘅。譬如話數學，我哋係 M1、M2 兩組都開。
我哋有開到健康關懷與社會管理，同埋一個嘅旅遊與款待學科，讓到學生，譬如話喺 hotel management 啊，或者去到醫護啊，佢可以多啲嘅選擇。呢啲都係我哋喺高中有開嘅科目啦。剛才介紹咗外語課程，咁我唔重複啦。大家可以喺中學概覽，又或者手頭嘅馬崇教育咧，都可以睇到。馬崇喺今年開始馬崇10年夢嘅計劃，我哋希望你嘅小朋友可以同我哋一齊追尋馬崇未來嘅10年嘅發展。我哋希望馬崇未來可以繼續培養優質嘅人才，愛主愛神嘅下一代。所以我哋希望透過籌款，透過10年嘅計劃，希望達成馬崇呢個未來嘅夢想。大家有興趣知多啲嘅，可以去到7樓同我哋嘅校友啦、家長啦一齊去多啲嘅了解同埋分享。最後鼓勵各位家長同同學，呢段時間可能係面對呈分試，可能係面對緊升中嘅壓力，但係校長鼓勵各位嘅同學，好似入嚟我哋嘅正門，有句説話 ：Every sunrise is a new chapter。希望新嘅一天有新嘅早晨。校長祝願各位嘅家長同同學，希望你揀到一間適合自己小朋友成長嘅中學。希望陣間你喺我哋馬崇裡面嘅參觀有所得着。多謝大家。Thank you, Principal Mr. Yim. 多謝嚴校長。Now, we will show you the procedures for application to our school. 有請蔡永豪副校長為我哋講解申請入讀本校程序嘅安排。Mr. Choi, please. 喂，係，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好啊！咁咧就喺度咧歡迎大家，亦都要咧歡迎埋咧坐喺103室。另外仲有好多課室。其實咧，因為咧呢度禮堂滿座咗之後咧，有部分家長就喺103啦，亦都喺另外一啲課室都坐滿咗幾個。嗱，咁樣咧就算唔喺禮堂嘅家長咧，我都想同大家講聲。嗱，我而家咧跟住落嚟會有幾分鐘時間咧講一講如果大家心儀係想入學嘅話，點樣申請呢？咁樣講完呢啲之後呢，其實我哋會有個答問時間。咁答問時間呢，我哋係會用 QR code 呢，就俾大家去做答問㗎。咁所以呢，就算你唔喺禮堂，你喺演講室或者課室嘅家長都好呢，你哋一樣可以掃 QR code 問問題。咁我哋喺度答嘅時候呢，大家都一樣睇到嘅嚇。好，咁我哋開始啦。嗱，咁就而家大家見到嘅資訊呢，就見到我哋係今日嘅資訊呢，我哋會放喺網頁嗰度，係讓大家重溫嘅嚇。好啦，咁我哋繼續啦。咁頭先講緊，我哋跟住落嚟呢5分鐘啦。咁我好快脆就會講一講點樣去申請入讀我哋馬鞍山崇真中學啦。好，咁呢就首先報名程序呢，而家先講嘅呢係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嚇。咁中一自行分配學位裏面呢，咁其實今日嚟到現場嘅家長呢，全部嗰個 folder 入邊都已經裝住咗嗰個嘅自行分配學位嗰個申請須知同埋報名表㗎啦。咁萬一唔見咗嚇，咁其實呢，你哋都可以去翻學校網頁，咁然之後喺最左手面嗰度揀翻 admission， 咁其實呢就會去到呢一版。咁呢度一樣都有翻嗰啲申請須知啦，亦都有申請表啦，咁樣好啦。咁交表嘅時候呢，咁大家可以親身嚟交表啦，咁就亦都可以透過網上平台交表啦。咁不過呢，注意，如果用網上平台交表呢，一樣都要填咗我哋學校嗰個申請表，然之後再 scan 埋喺個平台嗰度上載嘅。好啦，咁交表日期呢係1月2號至到1月16號。如果係親身交表嘅呢，要注意我哋學校呢校務處嗰個嘅時間嚇，收咗工交唔到表噶啦。咁去到5點鐘啦，你當係嚇咁樣。咁如果你係網上平台交嘅呢，就可以去到真係16號嘅當晚12點之前嘅嚇咁樣。好，咁提一提同學啦。咁其實呢，就每位同學只可以申請2間中學作為自行分配學額嘅啫。好啦，咁如果係交表嘅時候，必須要連同埋呢個3聯啦嚇，大家都應該會喺小學嗰度會收到嘅。咁
有2份，咁可以證明大家只係向2間學校申請啦。咁而自行分配學額呢，我哋係會面試嘅，係會有面試，所有申請人都會有面試嘅嚇。咁而我哋收生準則呢，大家見到就係教育局呢會為每個同學呢有一個成績次第。咁呢一個呢會佔咗我哋嘅考慮嘅40%，然之後呢面試表現呢係30%，咁就小學表現呢就即係包括小學嘅成績啦，同埋小學大家參加課外活動嘅表現啦，咁樣我哋都會一併考慮嘅。好啦，咁有關於面試呢，咁面試就會係2月28號星期六。咁樣呢，如果親身交申請表嘅家長呢，你交申請表嚟到校務處交嘅時候，我哋會即刻同大家呢去約一個面試時間，係啦，所以呢，就係嗰封所謂面試信，裏面會講咗面試嘅內容啦、流程啦，同埋包括準確嘅時間咁樣嘅。咁如果網上申請嘅呢，咁其實呢就要稍後，要等到1月尾，咁我哋呢都會寄信俾家長，咁都讓你哋知道呢面試個安排同埋個時間咁樣啦。好啦，咁如果你收到個面試時間，咁稍後之後你發覺去到2月，原來有其他事係冇辦法用翻嗰個時間去嚟到嘅，咁你可以打電話嚟學校，咁我哋盡量會同大家一齊協調呢，希望可以調動到個時間俾大家嘅。咁不過呢，我哋面試呢主要係上晝，係啦，主要係上晝，咁下晝呢就未必可以即係就得到啦咁樣。咁而面試嘅形式呢，我哋係每一位同學呢係獨立面見嘅，係啦，咁期間會見幾位老師啦，咁內容呢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問答啦，裡面有用中文嘅問答啦，亦都有用英文嘅問答啦，咁樣。咁通常會問翻一啲學科內容啦，又或者係問一啲思考題啦，咁樣。咁學額呢，如果自行分配學額呢，我哋係有40個名額嘅。好啦，咁如果成功係獲取錄嘅呢，咁我哋會喺2026年3月31號當天呢係會打電話俾家長嘅。咁如果當天收唔到電話呢，其實就表示你冇獲取錄㗎啦。咁除咗係電話，你可能嗰日咁啱電話壞咗嚇，咁其實我哋都會寄信俾家長嘅，係啊，都會寄信添嘅嚇。咁如果收唔到呢，咁其實就亦都唔需要打電話嚟查詢㗎啦，係啊，咁即係代表落選啦。如果係咁樣，咁不過呢，落選都唔緊要，仲有機會嘅，因為呢去到5月。大家去即係中央派位嘅時候，選校呢，其實大家依然都可以繼續選翻我哋學校嘅咁樣。咁應該呢，無論係中央派位啦，或者自行分配學額途徑入到嚟馬崇都好啦，應該喺7月7號啦，2026年7月7號喺小學嗰度呢，就會有個放榜嘅。係啦，咁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想入馬崇嘅，都希望大家成功啦嚇。咁如果你到最後發覺都係入唔到喎咁樣，其實呢，當天呢，其實我哋學校係會接受叩門申請嘅。咁叩門申請嘅時候呢，如果同學係有申請過我哋學校嘅自行分配學位呢，我哋都會優先考慮嘅。係啦，咁所以咧喺個表裏邊都可以寫一寫，或者交表嘅時候提下我哋啦。我哋亦都會查嘅，其實都會 check 到嘅。